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后生就来报您知。讲到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伫咧做台北市长任内发生着多例经花城的风波，台北市议会成立调查小组，进前有约谈前副市长彭真生来说明，不过伊拢无来。但是在今仔日开会时阵，彭真生总算是出现。会后着机关表示讲，这彭真生正是讲经花城案有真侪决策，拢是郭文德亲身去交代。你会觉得很委屈啊？过程顺利吗？还好。继续甲北市议会调查小组23点钟会议，前副市长彭真生离开的时心情轻松，也毋过专程保持低调，因为经花城案已经进入司法定数，配合侦查无公开，会议规定无开放会后，议员转述彭真生证实经花城案的真侪决策拢是由前市长郭文德亲自交办。柯文哲市长交办，所以呢才会组成的这个专案小组会议。从来台北市政府不会帮任何一个民间团体或者是财团或者是民间机构来做研议方案。我想这个答案是呼之欲出啦。好，我觉得柯文哲可能逃也逃不掉啦。我个人是有一点失望的哦。因为我还是觉得彭前副市长啊非常避重就轻啊，对于敏感性的议题啊，他不是说忘记了，要不然就是直接回答我们说啊这个答案有点敏感。议员点出彭真生亲像采取对家己上有利的讲法，对部分关键问题含糊大过，真相也爱交予检调厘清。也毋过郭文德前期连环壁，阁有议员压了郭文德今年5月以本人名义提4300万的现金，买林焕园附近林城南路一站48平的商办。全额现金购买，我要问柯文哲，你的钱从哪里来？柯文哲有没有挪用政治现金的钱来买他这一间房子？为什么你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而不是民众党的名下？在他民众党规定是这样，选举补助款1/3要归中央党部，2/3可以归个人。那我们参考其他以前总统候选人的例子啊，我们是用那个钱去要设一个个人的办公室的，长期要用的。办公室吗？还是作为党部的办公室？我个人的。郭文德真紧出面解释，费用来自2020次大选1亿外的选举补助款，要做办公室使用。也毋过伫政治现金金流基分还未解决，国民党中央有原无长期据点的状况，郭文德以私人名义买不动产，佮引起另外一波的质疑。记者综合报道。2012年9合1选举期间，婚姻关机关蔡英德涉嫌买票，这案件由婚姻关前调查官陈文伟负责。不过，这陈文伟呢，说是要求另外一案在押的被告去做假证据，讲这婚姻关长张立先同款有送地币甲买票。婚姻地检署伫顶个月30以涉漏国防以外秘密罪加使人做假证等罪嫌，甲陈文伟提起公诉。婚姻关调查站前调查官陈文伟顶年9合1选举期间，调查机关蔡英德贿选案件时阵，竟然涉嫌叫另外一个贿选案在押的其他被告出庭做假证据。幕后蔡英德和共阵营的婚姻关长张立先也牵涉到送地币、买票等等，专程放录音，落尾也放检举调查。本案曾调查官涉嫌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及教唆伪证等罪嫌。本署经侦办后，依法予以提起公诉。婚姻地检署表示，调查局中期站接到检举了后，遂进行调查。初次侦查的时阵，陈文伟否认犯案，加上证据不足，处分无起诉。落尾专案送高雄高分检再议，分检第2届侦办了后，依照录音档认定陈文伟确实有叫人做假证据，也有涉别情形。我想陈文伟这个是一个个案嘛，哈，他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了哈。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司法人员还是秉公处理的哈，还是维持独立的一个司法办案了哈。那我们不希望现在的司法沦为政治操作的工具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哈。张立先表示，这背后敢是有装假人，或者是有人伫遐操作，值得关注。希望民主国家选举会当用公平、公开的方式来竞争，避免类似案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太平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互家长指控讲，这老师呢唔互因4岁囡仔去便所，行楼梯的时阵硬甲拖害囡仔受伤。家长验伤了后，也向警方报案提告。幼稚园这边是8岁不当管教的部分，目前台中市教育局也已经介入调查了。
讲起囡仔才多去幼儿园，都疑似受不当对待。查甫囡仔爸爸才唔甘，伊控诉敢若4岁后生，因为无配合老师整队，就互老师强硬拖你走，就安尼个受伤。背部接近尾椎骨的地方有一个横向的淤青，看起来就像是他突然间摔倒，然后撞在楼梯的那个直角上面。老师是拉扯他，但是不是在一般的平地上面拉扯他，是在楼梯上面拉扯他。爸爸表示，后生今年8月才多入去台中太平一间幼儿园中班读册，啊，毋过15这一天，疑似囡仔无及时归队，毋但互老师拖落楼梯，佮大声叫骂，想要去便所也无人插，烦恼囡仔身心受伤害。家长隔工找幼儿园要讨监视器，所用各种理由拖延。15到19的画面佮消息，质疑幼儿园想要暗藏事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家长没有提到孩子有受伤这件事情。那目前整件事情，我们全部交由教育局的部分去做调查。老师有没有拖拉？在我们询问的过程当中，老师说他是牵着孩子们下楼梯。本所以伤害罪受理，并通报儿少保护。查甫囡仔妈妈也伫面册控诉幼儿园19也带囡仔验伤，佮向警方报案提告，警方也通报绩效保护案件。台中市教育局19接到家长的陈情，马上介入调查。由于园方目前仅提供部分画面，并且声称另有部分监视设备损毁，教育局对此更加审慎查办。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自早开审查小组决议受理，啊，不过幼儿园提供的监视器画面有限，也要调查清楚是毋是有规避或者是违法的情形。若调查确认有违规的事情，会照规定严办。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新北市警方巡逻，这车顶的 AI 巡防系统成功抓到一台路边临时停车的轿车是使用假车牌。那国土警察也伫咧15天内查到25件，其中是有真侪台车是盗别人的车牌号码。事实上，这假车牌的品质甲有路的程度，警方拢会当判断是真也是假。粉红色跑车无顾警方阻挡，吹油门一直偏车，国土警察伫门口甲查落来。警方已经提醒出来，驾驶虽然是锁车门抵抗。先下车，先下车，先下车。要汽车驾驶路径被查到，车主拢是挂假车牌。今年8月11开始，国土警方15天查到25件。依据《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的规定，可以处10800元的罚款之外，更可能触犯刑法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以及诈欺罪。车主买假牌是牌照被吊扣，啊，毋过被锁定，有人超速被翕到，警方开单找无人，因为车牌无登记，要人找大侪人用的车牌是其他驾驶人。国土警察接到受害者反映，莫名其妙一红单，动员展开调查，调监视器用车捉人。真假车牌比看卖正版的玫瑰底纹有粒摇凸。后边考察小可白色车号是雷射雕刻，反倒倒来盗版车牌，敢若是边境道明显无共。AI 巡防系统突然对路边停靠之自小客车发出告警显示，员警随即上前盘查，发现该自小客悬挂伪造车牌。新北有查甫人买权利车冒用别人车牌，警方的 AI 巡防系统侦测出问题，啊，不过假车牌乱上，全台拢总负，要安怎有效防治，正是目前上重要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要求这游览车就要装 GPS 定位系统，佮要求讲要设一个驾驶员入口的机器，来确保因上班时间袂超过。那游览车工会今仔日动员游览车去到交通部抗议，也确实认为讲，若准备装机啊，就要开5000块，未来还佫有管理费等等。交通部若准要求讲爱装，这就要专家补贴才是。交通部是回应讲，会佫再和业者讨论。交通部头前2线道拢去用停满啊！游览车业者动员100多台车，部分国包围的，部分国西，表达诉求。业者不满交通部要求，为明年6月30开始，游览车都要加装路卡机，记录工时避免疲劳驾驶。游览车驾驶员工会批评讲，目前车拢已经有安 GPS， 工时拢已经算会出来。交通部却阁要求游览车都要自费加装路卡机，实在是不合理。刷卡机的话是会收费至5000至5500，然后另外每个月还要收管理费，绝对会图利厂商。为什么会图利厂商？因为你的那个GPS 的话就已经只有
好，就是固定那一家公司。工会提出5大诉求，包括 GPS 由业者自主管理、游览车工时弹性管理、落实司机教育训练、专业补助安路卡机，还有后续管理的费用，而且要甲游览车纳入大众运输。在警方协调之下，陈情的代表去总统府交陈情书。那交通部处长陈彦平回应讲，业者若有意见，都会当来讨论。公路局大概也有原来的规划里头就有相关的一个补助。那至于后续如何补助、如何推动，这会由公路局再跟业者进一步的协商。业者提出来的这些想法，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的讨论。另外，针对业者要求讲 GPS 回归业者自主管理，公路局表示，主管机关掌握 GPS 的资讯，考虑安全问题。在天灾的时阵，对游览车避险会较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今年受到这地动影响，这后来观光客是减正多。虽然中央对7月开始补助团体游客，8月开始补助自由行，或者饭店边境的大房率的勉强是到60%。而且今年这热气球嘉年华会有66万人次参加，偏去年是减少20万人。而且呢，这交通部也宣布讲呢，这花莲县的观光补助会延长到11月。即马台东县也是希望讲会当做回来延长。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闭幕迄天，现场涌入3万多人，是今年后来到台东看热气球上侪人的一天。官府统计，今年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45天拢总有66万多人次到会场，以8月人上侪。陆续业业感受到8月有政府的自由行补助，平均大房率明显比7月份的45%提升到60%，也毋过比去年同期少2成左右。业者感受到今年后热是台东有史以来上惨淡的一摆。8月18之后，明显的有看到人潮降下来了。7月份这个月没补助，然后9月也没什么连休假日，现在假日也不连休，像中秋节它就1天。官府表示，刷落来9月到年底，官府也会推出一系列活动，包括南海生活节。活水湖的水舞甲铁花村的光节等等活动，希望会当阁提升台东的观光景气。另外，委员也希望中央补助台东，会当比较花莲县延长到11月。暑假整体的这个订房率恐怕不到1半，那是史上最惨。那在这边我也要求我们交通部观光署必须比较花莲，延长我们振兴补助的时间。不只有价格的补贴而已，我们希望能够让活动走入地方。包括了温泉旅游，包括了生态农游。观光署表示，花东旅游进行方案会随时检讨。另外，台东县敢会延长补助时间，目前也爱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有机构针对112学年度全台湾学生人数上届这前10名大学，针对迄大学附近做这税厝租金的调查，发现台顶6间大学这套房的价销差不多拢爱上万块。那亲像讲这台附近呢，有一寡呢是一间就爱18000块以上。学生若说想要税较俗的，就爱租较远，或者是经迄款无一间的雅房。拍电脑整理资料，庄东下读台大法律所，爱学的法律知识真侪。准讲是休热，伊也是留伫税厝的所在研究行政法等各种法律条文，为9月开学伫做准备。好甲在伊税伫台大法学院附近，雅房每个月租金敢若5000。边的房价其实还蛮贵，所以蛮多同学会到郊区，比如说文山新店，或者是到中永和去找房子。基本上的话，雅房其实6-7千就已经算很便宜，那8500我觉得确实也是蛮常见。不过台大附近的台北教育大学有学生囡仔住来台大附近，因为比起来甲同学做伙伫台大附近租厝，也是有较俗。对，我朋友住在学校对面，然后1个月的话17000，是很小。所以你们这是相对比较，对不对？对，房市研究机构分析，112学年度全台湾学生上侪的前10间大专院校，只为主体租金，伫北部的台大、阳明、高大、明传等6间学校，独立套房的网络台租物件中位数拢爱万外，台大附近我要18500块。年租金涨不停，不仅网络代租物件的一个租金3年涨幅大概就有1成以上。
政府的租金指数更是连36个月上涨。如果说这个商圈它本身除了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上班族这一类的商圈，租金的表现上面它会比较强势。那学生他要承租这样子案件的时候，他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专家分析，像台大伫大安区本来厝价就较贵，佮提高独立套房的租金，避免租金的压力伤大，学生囡仔只好租去空的所在，像讲租雅房来省租金支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台湾理化风电国产化政策，和后面认定是违反 WTO 的规定。在7月底，依照 WTO 规定，要求进行争端解决的磋商。经济部长郭志辉今仔日就表示，9月经济部会组团去和后面磋商，也会和后面沟通讨论，找出国内外厂商拢会当接受的方式。世界贸易组织 WTO 7月底举行争端解决小组会议，欧盟伫会中要求甲台湾进行磋商，都是因为欧盟认定台湾理化风电国产化政策违反 WTO 规定，为着解决理化风电引起的争议，经济部长郭志辉连6证实9月会组团去欧盟磋商。什么样的方式呢？可以对我们国内的厂商以及对国外的这些厂商，大家都能够这个接受。所以这一部分呢，我想我们会充分的这个准备。然后到欧盟去跟他们做一个比较好的协商。经济部长郭志辉强调，未来会朝开放方向讨论国产化政策。关键政府是唔茫透过国产化，会当创造台湾能源更较悬的自主甲独立性。也毋过，后日却影响部分开发商因为不办国产化，零租金成本悬，希望会当为国外来买。统计国内目前国产化的理化风电项目，包括水电电机所生产的变压器甲配电盘、化生化来制作电缆线、永冠生产轮毂甲基层底座铸件、东莞电机生产发电机、壳件是由恒耀制作。按照即卖的 WTO 规定，伫60天内咨商无结果，双方合意，也会当个延长时间，有一寡咨询时间甚至达到1、2年。那有环保共识欧盟将会当要求成立审计小组，伫 WTO 之下将台湾各种反应时间真长，所付出的诉讼代价袂细。说服对方接受我们国产化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对方点头的几率其实不高了。到最后就是我们经济部这边可能最后还是会妥协，然后对于国产化的要求就不再那么紧。经济部强调，风电国产化并不是无业保护主义，是徛伫国家安全、能源安全考量，并无违反 WTO 规定。也毋过专家提醒，若开发商无愿意配合国产化政策，本地厂商佫无充足的条件做开发，能源风电国家队毋若是无法度成立，对再生能源政策恐惊也真怕达标。记者综合报道。民间啦，受到这大水害吞大东部地区的这溪流水柜涨起来，当咧做大水，目前已经有20人死亡，超过520万人的居民受到影响。另外，讲到这印尼东部和泰国的普吉岛，也同款是落大雨造成水崩山，害死13个人。大水来得紧阁急，受灾民众赶紧用行撩水摕离一位老人，脚步无细力，差一点跌倒。也有人伫水淹甲我一个人悬的水中扑扑沉沉。免甲啦，每一个拄着雨季都大雨伤灾，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真侪人只会当选择先逃命较要紧。住伫东部城市昆明拉高区的这位老先生决定要修理已经特别雨水淹掉的厝边啊，伊说一直拢等未到救援物资。খাবার পাইছি আমরা তো আইয়া না আইয়ে ওই লইয়া আইলে কত আপনাকে যাইয়া হিয়ানতে আনন্দ লাগে এই দুই বেলা দুই দূর পাই আর কি এর দূরে আছে। ভাতটাত কবে খাইছেন সর্বশেষ? ভাত তো আলা গতকাল দুপুরেলা করা খাইতাম আর এই পর্যন্ত কোনো ভাত খানা হইছে না।大水将孟加拉东部的庄头农场淹去，佮切断道路交通，和救援物资进入灾区特别困难。另外，当地也数量大批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也使得救援任务更加复杂。有关当局估计，这波大水至少夺走20条人命，也有超过520万人受灾。镜头转到印尼东部城市德纳蒂，当地拜六因为大水后引起土石流，造成放射风掩埋。救援人员透明抢救，无奈找到的多数是冰冷的遗体。Dapat kami sampaikan jumlah korban yang berhasil ditemukan sebanyak 13 orang sampai dengan pukul 19.21 waktu Indonesia Timur.
dengan diketemukannya sebanyak 13 orang, 6 orang masih dalam pencarian sesuai dengan yang dilaporkan sampai saat ini. 也阁有伫泰国的旅游胜地普吉岛，共款伫大水雨了后发生严重的山体崩落，空气画面会当看到有名的大埔后壁原本青冷冷的山坡，有大片黄色土石捅出来。包括一间饭店也因为土石并落来毁损，已经知影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罗西亚游客，也阁有9名缅甸渔港甲2名泰国人，另外也有大约20人受伤。目前当局已经停止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后续的清理工作，希望减少对观光的冲击。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澳洲今日开始实行新法令断连权，也就是员工下班了后，公司的信息电子批拢会当变回，而且免烦恼讲会受到处罚。澳洲的资方团体是认为讲，这个新规定无讲清楚，也无这春秋的空间，颠倒头来会影响到澳洲的经济。下班了后，也接到公司传来的简讯，也是电子邮件。也毋过为日开始，澳洲员工的私人生活会因为新规定断连法，会当毋免阁受到侵扰。I think it's an excellent idea. I hope it catches on. I doubt it'll catch on in our industry, to tell the truth, though. Well, you know, we are professionals. We're well paid. We're expected to deliver, and we feel we have to deliver 24 hours a day if we have to. 澳洲实施的新法，互员工会当甲公司断开联系，适用伫15人以上的公司，员工会当伫毋是上班的时间，毋接听非紧急电话，回复电子邮件。若有紧急情况，头家会当联络员工，也毋过员工只会当伫合理的情况之下拒绝回复。另外，拒绝敢是合理，会由官方的公平工作委员会决定，爱考虑到员工的教育、联络关系甲方式。若认定员工失职，相关罚1.9万澳币，相当代票71万；若公司违法相关罚9.4万澳币，相当代票203万。也毋过，像社区帮中，都因为是服务性质，为客户提名是应该，当然头家卡来也无关系。广告业员工上班时间一直联络，下班了后当然无想要阁接到工作方面的信息。I think it'll take a bit of bedding down this reform. Some people may, mistakenly believe that they can just kind of shut down and not respond to work communications now. Jobs where you hav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needing to be available after hours because of your particular responsibilities or perhaps your level of responsibility for operations. 智库澳洲协会去年调查显示，2023年澳洲人平均无偿加班时数是281点钟，估计加班费是1300亿澳币，相当代表2.8条。保证全球有类似断连法法规的国家有20外国，多数是欧洲加大丁美洲国家。海螺先锋法国2017年实施，一间汤海风电公司因为要求一名员工手机要保持畅通，罚6万欧元，相当代表214万。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以色列继续攻击加沙南部，而且这北边的战火也随倒起来。以色列军队表示，讲有事先发觉到黎巴嫩的真主党当咧准备要用火箭甲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所以因伫咧2月呢，就先针对着这真主党的据点发动攻势。在以色列空袭之下，国界另外一边的黎巴嫩南部的山边传出阵阵爆炸声，同时庆祝乌烟。以色列讲得到证据，真主党会伫当地时间2月透早5点，用大批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北部甲东部都市，所以伫4点半左右，先发制人派出100架的战机空袭真主党据点。אנחנו הנחינו את צה"ל לבצע מתקפת מנע עצימה להסרת האיום. צה"ל השמיד אלפי רקטות קצרות טווח, והן כולן היו מיועדות לפגוע באזרחינו ובכוחותינו בגליל. בנוסף, צה"ל יירט את כל הכטב"מים שחיזבאללה שיגר למטרה אסטרטגית במרכז הארץ. ואני חוזר ואומר, זה לא סוף פסוק. 不过，真主党也放火，因发射300多粒火箭，瞄准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基地。外电报道指出，那双方提出的数字确实，这是2006年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南部，打击真主党以来，以色列北部边界上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成立超过40年的真主党，是黎巴嫩的政党，也是中东设立第一个非国家军事组织，总兵力共是10万人以上。因无亲像哈马斯或者是其他武装团体，敢若是小米加步枪游击队，是有大批重型武器的重装步兵。俄乌战争当中，双方大量使用的 BM-1多管火箭发射器数量无清楚，不过外界估算火箭弹有1万粒，射程超过50公里。真主党也有高达数十台 T-7级主力战车，也有大批防空飞弹加反战车飞弹。是比地处国黎巴嫩的正规军要搁较大，所以伫新的冲突传出了后，美国也公开发声，除了重新支持以色列自卫权，也要求双方站在以便以色列南方两边同时开战，互战火拖较中东。公司新闻时间人评页。咱来看这国军年度反装甲演训，这天马操演这2天呢，会伫咧屏东的邦山靶场进行。今仔日是练习日，也是新型的拖字比飞弹发射车到台湾了后头一届进行实弹操演。不过，依然是发射现有的拖字的飞弹。另外，为着要验证新型的拖式发射系统规日台北的作战能力，是搁再新增加夜间射击的训练。拖式反装甲飞弹正准拍到1500公尺外的靶船，准讲天顶伫落雨，同款无影响，因为射手事先毋知目标，收到命令了后，爱随找靶拍掉。2000公尺外的靶船同款无问题。国军天马操演2日上场，其中上大特色就是新式拖字比发射载台。射手除了可以持续抓紧握把之外，持续追瞄目标。那再借由系统的辅助追瞄闸门，来辅助射手，能让飞弹的命中率提升。M4-1A 怪 T-TAS 的辅助对瞄闸门，虽然会当强化拍到的比率，不过无亲像标枪飞弹会当射程锁定射后无插。提早落落海，差一点仔就拍到目标。虽然有新系统辅助，不过发射了后，也需要射手点现攻略持续追踪，才会当精准拍到目标。这个新增加夜间射击的时段，嘛是要验证新系统热显像的能力。新式的装备它整合了为一个所谓的目标获得系统，那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成像的解析度，对。旧式的装备，它的解析度相对没有这么的好，没有那么的细致。100台防护力加强 AM116怪悍马车拢已经到位，国军强化战力，毋但增强攻击，嘛要加强保护官兵的安全。对于官兵比战，国防部长郭立雄指导参训部队颁发加菜金提高士气，嘛表示未来要加增加实弹射击，让官兵更加熟悉各种系统操作。不过，这届虽然有用新式的拖字比飞弹发射车，不过也是射有需要当线导引的拖式2A 飞弹。原定2022年开始交会，不过目前也未到位的1700粒用无线导引的拖式2B 飞弹，目前预定年底前全部交会。记者综合报道。第6届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双方针对着海上安全、海洋科学、能源开发、渔业和海洋环境合作等领域来交流意见。不过最近呢，这台湾渔船掠过界和日本靠岸情形是节节发生。台日协会会长苏家全致辞时阵就表示，希望台日之间会当以互惠互信的精神来充分沟通，也未解决的问题，拢会当创造双赢。第6届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登场，就海上安全、海洋科学、能源开发、渔业甲海洋环境合作等领域交流意见。不过最近台湾渔船越界和日本靠亚事家庭团相关议题也真受注意。台日协会长苏家全致辞时表示，毋茫互相以互惠互信的精神充分沟通，相信无解决的课题拢会当赢得双赢。本人深信，只要台日双方秉持真诚互信，以互惠、互利、互助的精神，充分的沟通对话，任何悬而未决的课题必定都能取得双赢。海洋に関する
摩擦や懸念について共に問題を解決しようという姿勢を示し、冷静に建設的な議論を継続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だと呼びかけたことを覚えております。大桥官府指出，这个会议为2016年成立到今，第二期间已经进行几摆建设性的讨论，更加将数项合作备忘录、双方的海洋合作事务建立在互信加友谊之上，也将做区域和平稳定基础。咱国也阁表达对加入 CPTPP 希望得到日本更加侪支持。台湾希望能够实质的多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尤其是 CPTPP 这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如果台日双方能够再往前增进一步，一定能够为区域的经济跟繁荣做出贡献。行政院长邓永泰会见大桥关会时，也特别提起已经返来台湾，将驻地代表谢中庭甲特别去日本就任的新驻地代表李耀勇，表示家己甲两个人关系真密切，佮毋忘伫因的努力之下，和台日关系更加进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台经院今日发布国内上届新的景气动向调查，强调外销订单是真好，而且咱国内的需求消费也是真旺。而估计国内景气有关是伫咧复苏阶段。也若讲到本地是正热的房市受到政府检查新青安违规，也有银行降温令，即马这房市的热度呢有较提高咯。展望台湾下半年经济景气动向，经济消费大规加财富效应提悬，推动终端消费力头增加。加上外销 AI 伺服器出口表现加强，台经济专家预期下半年国内景气依然是伫复苏。外销是靠 AI 伺服器、半导体的推动，让我们的外销表现比去年要好。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内需，虽然我们最近也提醒了大家金融市场居高思维，但是整个的我们的内需、零售、观光、餐饮，我们的观光指的是我们出去的班班爆满。甲国内景气复苏比起来，原本交易真热的房市所有降温的趋势，受政府严查新青安违规甲银行监管认定影响，拢互市场对未来房市景气加做谨慎态度。台经院公布7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总计3个月走悬，虽然经济站股市正常易势，毋过真侪证券业者依然看好股市未来半年景气。就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顶礼拜五释出高盘言论，鼓励美国四大指数行悬，直到台股开悬行价，最后收伫22,240点起82点。宽宏台积电股价盘中95，好在尾盘收红，收伫950块起1块。另外，伫国际经济走势，美国联准会无排除9月降利息。预估今年9月降息的时候，当然还是一码的空间比较大，但是他认为到年底之前大概还有4码。我觉得简单来讲，就今年大概会降4码。在经济专家提起国内团产出口依然受中国生产受过济甲一票变大家影响充满挑战，旅游服务业受内地旅游人数表现不好影响，相关政策要全面检讨，才能恢复以前情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大埔乡嘉东村有几落笔的土地，最近拢申請要做太陽能供電場。根據到這嘉義縣政府的資料，已經同意備案的就16組。反對供電場的大埔鄉民眾呢，26早起去到嘉義縣的議會，舉牌啊求保調進前，因反對這供電場就設在因莊頭內面。嘉義縣大埔鄉嘉東村的村民，在議員的陪同之下，向縣長來တင်情，講起因遐供電場唔哪裡主體正近，業者可能無事先溝通，希望縣政府會當來撤銷業者在大埔鄉嘉東村的供電場。縣政府也去勘察多次，但是他們就是陸陸續續施工。就剛才那一些時段，真的是足驚嚇啊！佮甲阮請講，恁有才調去縣政府抗議，啊，阮進無步，退無路。伊講哦，這是縣府答應伊呢。哦，算講會當做，啊伊講叫阮若不滿的話，叫阮去縣政府抗議安尼啦。邊啊，這就活動中心，啊，這有太陽能板，伊寫對過用寫佇來，阮的活動中心入來。除了民眾的တင်情，議員嘛佇議會質詢，問講有啥物會當有16座供電場同意備案。縣政府表示，10月有16座來申請，後來是剩10座，業者依法來申請，縣政府審查了後，目前敢若4座完全通過。另外6座都需要申請設備。目前这个居民所抗争的这一些地方是属于这个6厂里面，好，那另外呢，他们也去查到说啊，业者好像后续还要申请，
那后续申请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都就是目前暂时也都没有核准任何的案件这样子。县政府强调，起供电场的条件，若是法律有无周全的所在，会当过来检讨。虽然业者依法来申请，县政府依法来审查，不过供电场嘛无应该影响在地民众的生活，会要求业者向地方来沟通协调，才核准业者刷落设备的申请。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正伫咧室内花蕊，你拢可能唔知影讲，伊无的确伊想要当落水，啊那关伫咧水池啊内面的海岸，无的确伊是望天地自由。这农业部伫今年7月底施行新版本的动物展演管理办法，规定袂当进行违反野生动物行为的表演，即寡游湖海底的表演拢爱转型。花莲的这个万象海洋公园宣布，明年底开始就袂有海底的表演，未来也会转型做教育基地。乖乖活伫水池仔边，互游客望。花莲海洋公园海底的表演已经无搁互海底演出非野生动物的行为，而且嘛减少表演的时间，改做是教育形态，互游客用网的来体验。目前园区内底拢总有5只海底。我觉得只要有可以跟海豚有互动，我们不一定需要它表演。就像我们今天来这边互动，可以更了解它，然后还可以摸摸它。国内目前海洋动物的表演，主要有野柳海洋世界、甲花莲海洋公园。其中花莲海洋公园的动物表演，因的许可是到115年，目前还未收到业者延长的申请。他们的动物展演许可证是到115年就截止了哈。那如果都要申请延长的部分的话，要经过海保署的这边的同意，他展演的一个内容跟项目以后，才可以跟做一个展演的延长许可。海洋公园表示，其实从2016年开始，就启动海底表演退场的计划。虽然还佫有海底的表演，不过内容拢有符合国际保育趋势的方式来进行。未来若无佫申请延长，就会向海洋教育的方向来行。后续的转型，我们将成为亚洲最大的一个鲸豚救援教育基地，将提供我们的场域，还有我们兽医的专业知识及留下来的海豚，提供给保育鲸豚类最佳的一个后援的一个教育基地。动保团体认为讲，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3个国家无允准为着五鹿来饲海翁甲海猪。亲像加拿大甲法国嘛，豆豆咧退场，对这个法案的修正，因是真肯定。像动物园的动物，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作是娱乐。那为什么海豚它会是一种被娱乐为一个方向出发点的动物呢？对，其实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所以这一次的修订，它确实是奠定了一个这样子的基础。另外，这海底未来是爱野放，也是甲因照顾甲老，嘛引起大家关注。因为长久以来拢是人咧甲饲的，因可能已经失去野外生存的能力。目前业者还佫咧甲专家研究，希望找到上较适合的方式来退场。记者综合报道。指控指数台湾文博会今年头一届刷来到台南举办，这主展区自八月起过，超过570个文化品牌来参加展览，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另外，台南市文化局也把这主展区延伸到各地头的文创园区，要把府城变作是一间大型的历史教室。古早放甲翁仔，大家抢要翕相，嘛有当时行 IP 授权来参展。今年台湾文博会头届伫台南举办，大台南会展中心成做主展区，拢总超过570个品牌来斗老结，是规模上大一届。这回展览以宝岛百面做主题，活动嘛用台语文来做标题，而且拍传统、甲文化特点、参品牌商店做结合。讲是台语的物件，亲像这个是河流，阮就画一个河流坑，较趣味的物件来参加的人会当学习台语。宝岛百名如果用台语讲的话，就是100%保证会成功。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经过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时代，我们终于走出自己的路来了。文博在台南展出，是对于我们全台湾的文化界是最重要的事情。展览唔干那1楼、3楼以细胞做伙做主题，打造戏剧感的展示空间。那这间棒球场的空间，呈现台湾运动赛事，大家拼说互世界看到这片土地。另外，地方馆参屏东甲朋友合作，无论是有形无形的文化资产，也是海岛文化，拢通一概伫遮看互到开。
哪听哪行哪看哪记。那安呢？那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论坛啊、讲座啊，还有户外演出的表演活动，其实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文化的样貌，邀请各位观乡亲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可以感受到台湾文化的亮能。主灯区预备起过连续5天免费开放给乡亲入场。另外，分灯区是延伸到台南文创园区。3个以下艺术聚落等所在，甲整个府城成做大型的历史教室，提供大家浸水式的文化体验。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本色唔通等落地，才是生命的好主地。咱来看这嘉义滨乡的大树野祭。讲到这活动呢，是对峙是开始连续3天，人是吵。不过也有关是制作真济本色。头一天就出动的本色量是去年的2倍。即马公所也赶紧派上100名志工来维护环境。本所蹲甲袂输一粒沙，那像是因为本所桶已经满起来啊，阁有人继续咧等本所。嘉义滨乡自4到7日举办年度的宗教盛会大树野祭，参加的人数增加，这本所嘛真惊人。第一天就制作7栋的本所。今年有没有比较多？有更多，几乎都是人推挤人的走路状况。大树野祭为清朝乾隆年间开始，相传观世音菩萨化身大树爷是专门咧管鬼的神。当地念经了后，会举办3天的祭礼，甲抓过的大树爷身上烧掉，代表甲好兄弟带走。这是台湾旧历7月4大祭典之一。但年拢会写大电人关公，今年制作的本所量是去年的2倍。这嘛，互清洁人员无用到半暝。今年的量比去年多了将近1倍。好，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第一天垃圾量就有7.2吨了，那昨天的垃圾量还少了一点点而已。各处分布了大概有11个定点的垃圾回收。公所表示，第2天本所累积量有较少，活动的会场嘛有安排11位会当处理本所。除了加派人力，嘛有请上班的铁工来到3天，呼吁参加的民众就爱到分类减少本所，嘛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记者王周婷、陈显坤嘉义报道。高雄目前有12间庇护工厂帮助新兴障碍者做这个训练，对去年到今呢，这劳工局已经协助28个人去到社会食头路。不过，这当时天灾庇护工厂为着避免学员无法度适应外口的工作，希望因会当转型做合作社，互每一个学员做这合作社的员工，也或者职业训练的成果会当继续延续落去。老师正顶整改学员提线，这一天数是高雄唯一加彩虹的庇护工厂。以前工厂的学员若是合格，就会由劳工局转介到社会上去食头路。即马庇护工厂决定转型要正做合作社，学员毋若是员工，嘛是合作社的社员，会当说伙经营合作社，培养学员爱有责任感。囡仔伫遮是快乐的，因若感觉是快乐。至于因要趁偌济，因家己去打拼，嘛互因知影一件代志，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能够继续在这里有这工课通好做啦，有一点薪资可以当他的生活费啦。这种是阮做家长的人足庆幸、足欢喜的一个所在。庇护工厂会决定要带这个学员做伙经营，主要是学员若是由劳工局转介到外口的公司，家长拢真烦恼。囡仔的职业训练甲实际上的工课内容完全无同，有的囡仔会无想要去做工课。等于都好啊，伊讲他不要离开这里。出去是去做清洁工作，伊脚袂行，做清洁工作是要哪做？主要还是依照个案他的期望来介绍工作，会让他在外面呢一般性的这个就业职场上面去多试试。那如果说真的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适应外面的一般职场，我们的庇护工厂还是会等他3个月的时间。高雄市目前有12间庇护工厂，拢总有169个新兴障碍学员。大多数拢是做食食的训练，随本工厂按算年底转型做合作社，连面爱面对无政府补助的资源。毋过工厂的老师表示，未来若改做合作社，毋若干那互这学员有技术赚钱，教育因独立自主，才是上界重要的目标。记者邱兆阳高雄报道。
唔知观众朋友你是安怎过生日的？这食上面、食鸡卵糕、食好料已经是无稀奇啊！来看这英国一百控制会阿嬷以庆祝家己生日的方式，竟然是对半天悬跳六卡送，也为这慈善机构募款。另外有一个尼泊尔一个18岁爬山家，世界上海拔超过8000公尺的关山，已经有8上13粒的山头。那跟出来挑战这西藏的嘻哈帮马方成功，到时阵收集14粒的山头，就当成做上届少年的一个纪录保持者。英国102岁退伍军人百里选伫贝克尔斯小机场挑战高空跳伞，为家己庆祝生日。当walk进地面的时阵，所有人拢为伊拍扑啊加油。百里坐飞机为6900英尺的高空跳落来，还有一个教练陪伊做伙完成这项纪录。这个活动互伊成为英国上侪岁跳伞运动员，也为3个慈善机构募集资金。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day and counting the days and always saying to myself, I've got to keep alive and I've got to keep on my 2 feet and not fall over. So now I've got here and I'm about to go up, I'm delighted. 利用登山柳伫大风雪里一步一步有所啊向前行，刚18岁的尼泊尔登山家索巴人尼玛。已经爬过世界13座海拔超过8000公尺的悬山，创下真侪项纪录。爬过世界14座高峰，这是冒险家登山者所追求最高功能。尼玛离这项功能敢若差一步。这14座高峰拢伫喜马拉雅甲附近的克拉昆仑山脉。克拉昆仑山脉是翻过尼泊尔、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尼玛讲了做中国发风去考证，伊要伫后个月挑战西藏西夏邦马峰。14 peaks first uni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m soon gonna be. After my last mountain, and this is a very big kind of advantage for the Sherpa community and even for me and for everyone. Because before this, you cannot imagine a teenager doing the 14 peaks. 尼玛的阿姐是目前纪录保持者，伊伫2019年迄个时阵30岁时阵就爬完14高峰，毋过要完成世界14高峰，其实困难真大。一寡真优秀登山者伫爬山期间，煞因为雪放落来，真差天气，也是空气伤薄，煞不幸死亡。目前为止，敢若40个登山者成功爬过14高峰。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